哇，五色道，嘿嘿嘿，哎呀，很有创意的，还有造型的呢，还有个图案嘛，嗯，你看深绿色的哈，黄绿色的，淡绿色的，红色吗？紫色的哦，你看，哎呀，很有创意，很有创意。柳园区公所举办的活动，10月28号，10月9号到28号，哦，登上高台来看得更清楚。哦，远方那个是高铁的高架桥道路，还可以看看高铁火车通过情形，哈哈。哎呀，柳营泰康有机农场，哦，你看正前方那个真善美时代广场那边还有可以买午餐哦，可以在那边吃料理的，素的哦，哦，种的都是有机蔬菜呢哦。正前方有那个右边凤和中学，左边闽会附校。哦，正前方这条路直指正前方的奇美医院。左边有看到有一座庙，屋顶也是像心灵太子宫那样，屋顶也是有太子爷宫的神像，那个叫云霄太子殿，太康云霄太子殿，太康庄哦，你看云霄太子殿啊，你看，情侣来这边玩，来这边留下良好的回忆啊，哎呀，接近大自然，要欣赏这个创意啊，嘿嘿，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啊。